今日去一個只需40蚊坐船來回，狗狗仲要免船費，15分鐘船程就可以到達嘅西愛桃園。冬天香港嘅水真係又清又靚，第一站到達廈門灣。不過我哋嚟呢度拍拖草地先，落海岸就睇睇海，然後就預備我哋嘅簡易行山啦。起天掂住呢隻野豬走得，行咗2步就會見到恐龍頭。起步係鋪得靚靚嘅石級，同朋友人都只係着住拖鞋嚟行。回望廈門灣好靚啊，點可以唔打張卡？上到去冇乜好大嘅起伏，沿途仲有唔少嘅睇風景位置，仲有好多打卡位。之前藝術節擺低嘅藝術品都仲喺度，行到中途就會有指示牌。而家我哋嘅方向就係往橋咀，往橋咀最好就係七下退潮嘅時間。呢日天氣好，可以望到遠方，睇完風景係時候落山。落山沿途有樹蔭，人類同埋狗狗都輕鬆行。炒單仲同哥哥拍住一齊行，起到尾段就係又係靚石級啦，仲有啲石屎路。差唔多到海旁嘅時候用咗1個鐘頭，呢個時間啱啱好。兩兄妹見到海即刻衝咗落去啦，行完山最啱就係浸下腳。留意左邊個灘係比較多石仔，炒單同哥哥測試下啲沙先，兩個都碌到咁爽皮。今日嘅沙嘅質素唔錯，去返右邊嘅灘又通落海，簡直舒服到唔捨得走。選擇廈門灣入橋咀走，就係想狗狗盡情喺沙灘玩。冬天水連橋咀都好清澈。今次同行嘅玩伴全部都係水蟹，個個都享受水世界，再加多個沙灘跑跑，今日嘅行程就差唔多完結啦。感謝觀看，如果想知道船灣時間，記住 follow 就會 DM 船灣知道嘅。